Lemon 輪住上，成數卡比遊埋星爺身。繼《西遊降魔篇》之後，星爺周星馳正籌備11月開拍嘅新作《美人魚》，仲搞咗個大型角色招募選舉。中港台唔少 Lemon 都自薦參加。香港代表就會有拍過3級片《微交少女》嘅城城緋聞女卡比同魏雨森，仲有串嘴芭比夏慧宇、黐奶謝安琪、崔碧嘉都入選。佢哋上星期已經飛咗去北京見星爺啦。今個禮拜一，官方亦出咗43強，周秀娜師妹卡比喺網上投票最高排名第4，接近100萬嘅票數。據聞唔識游水嘅卡比仲用咗1個月嘅時間極速學識啊！真係隨時游埋星爺隔離㗎啦。其實我就係知道前排去睇新聞，知道有芭比係嘛，因為我睇過佢嗰個美人魚嘅片，其餘嗰啲我就唔係好知。其實都係嘅，因為我覺得佢嘅喜劇嘅天分係應該比我強嘅，我覺得佢係好大威脅力對我嚟講。我希望係個感覺係可能夠 fresh 啦，咁都係新人，咁係咯，即係都希望今次最希望都可以見到佢真人啦，因為都係啊，由細到大睇佢嘅戲，又會即刻翻煲晒佢啲戲咯。以前嗰啲即係最中意，其實我係好中意佢整蠱專家啊，同埋我好中意以前嘅《西遊記》嘅，即係好中意朱茵。係啊，希望。如果今次有準備咗啲咩？其實因為呢一套戲都特登去學咗游水，因為之前唔係好識游水，跟住都上咗差唔多有1個月嘅游水堂，